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向前唔敢有發現到，更加有幾多嘅咖啡店啊，唔係單純嘅咖啡店喎，伊哋唔單止賣咖啡啊、甜氣啊的，還會有幾多調咖啡鮮嘅嗰種各種無同樣嘅東西，啊，感覺品質幾好嗬，也表現得出也調咖嘅品味體內。今年呢，我哋愛小姐嘅來賓哦，伊都係睇屏東開一間鮮物雜貨店，來日常嘅調咖，也想講調咖用咧，嗬，易用，歡迎易用。主持人好，福喜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吳易容。我哋兩個嘅名誒差一隻字，用好法啊就幾難講，嗰種易用還係。問了那個媽媽怎麼講，對不對？對，我是問了媽媽怎麼講之後才會講，因為通常都是叫國語的比較多。對啊，你用係美濃客家人，美濃的客家人。對，我爸爸是美濃的客家人，然後我媽媽是內埔的客家人，所以我是恆春的客家人。但你不是在客家莊長大，對不對？小時候的時候是在美濃，就是大概幼稚園的時候是在美濃，阿嬷有帶一段時間。對，就只有那個時代，然後因為就是三合院嘛。所以就可以跑來跑去啊，然後在三合院裡面玩這樣子。對，童年有這一段很棒，對不對？很棒。我現在想起小時候在三合院，就是哇，覺得那個是很棒的一段回憶。真的是超棒的，因為就很像野小孩，就是到處玩，你也不怕說現在都市裡面啊，車子啊，對，都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你後來念書是念什麼？我後來念書，就回到高雄，就是念一般的國中啊、高中啊，然後高中畢業之後，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就可能在台灣太愛玩了，然後就被媽媽問說，要不要去國外念個書這樣子。哦，沒有。對。那你那時候有想說，剛剛要通馬給嗎？沒有去到那邊就想說先。就照着好像照表操課，就是先一般的學校，可是自己好像知道說，自己不是那麼適合對念這些一般的課程，然後就覺得，因為在台灣的時候，因為還有打過工，也是服務業，然後對，然後就到國外去，我好像可以去念個餐飲看看這樣子。哦，對對對，嗰種可以讀餐飲學校，對，餐飲學校可以讀一多年，2年半的學校，2年半的課程。那在那邊念會辛苦嗎？我覺得是辛苦，可是在這2年半，就像我媽說，她從來沒有看過我念書這麼認真過。那她嘅愛學的會嘛嘅需要學什麼？就是她從最基本的可能開始教你衛生習慣，在廚房的衛生習慣，然後到切菜的大小尺寸。對，然後到每一個學期都不太一樣。剛剛他讀的是西餐哈，那個餐飲學校。對，是西餐，可是西餐也包括了一些的烘焙課程，不多，可是還有含烘焙。剛剛他讀是覺得喜歡的嗎？是喜歡的。他讀起來有想講，我都做了台灣，我做乜嘅？回國以後。那時候讀完之後是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對，然後之後想說，好像可以回台灣了，對，可是回台灣也沒有想說要做些什麼，對，然後有去教過一段時間美語，兒童美語，然後之後又再回到服務業。為什麼沒有想要留在美國，想要回來？因為離開家裡面真的也很久了，對，然後想說回到台灣，其實台灣很方便，然後台灣其實也很好。想要多做了家鄉安尼。你講一開始有去教美語嘛，還有去服務業，攏會有一個動機想要去家了開店嘛。暖日常並不是你第一家店，對不對？對，就是應該說從以前都是心裡面就會想說，將來有一天想要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店這樣子。對，然後剛才念餐飲學校的時候想的嘛，在做服務業的時候更早。更早的時候，想要自己開。對，就是在打工那個時期，就想說將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自己開一間店，就是一直都有這種小小的心願這樣子。對。然後回來之後，就是也有跟朋友合夥開意大利麵店這樣子。然後結束之後，就是自己做一個小小的工作室。對，然後到會開暖日常真的是緣分，我是遇到了這個房子，對，才知道說，我想要做什麼。對。
所以你不是先想到要开什么店？没有就是暖日常这间店是我看到了这个房子，然后我才想到说我要开什么店，什么样子的那一个画面才慢慢的形成。刚才用你读到亚健屋嘅，很幸运的就是我的房东刚好也是朋友，然后当我知道他有就是他有就是把这间房子整理好的时候，我有去看，我就觉得哇塞，这就是很想就是心里面很想要的那种房子的感觉。对，形容一下那是什么样的房子？为什么就是你想要的那种？他的房子就是前面就是有个庭园，可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庭园还是杂草丛生的时候，可是你就知道说哇，有庭园很棒，对，因为就很像小时候的三合院那种感觉，对，就是大大的庭园。然后呢，再看到里面空间就是四四方方的，然后房东竟然已经整理好了，还有一个很生活感的中岛厨房。然后厕所又是那种无比的宽敞，就是整个就是很舒服，很像家的感觉。刚刚有说这个地点就是我觉得很理想的地方。那它会是什么店？已经有冒出想法了吗？就是那个屋子里面你就想象说我要摆满了我喜欢的东西，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的店啊？因为一开始的想象好像一般人都会是可能比较偏咖啡店。对对，这样子的店，可是你是想要摆你喜欢的东西，也蛮有趣的。对，就是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不管我喜欢的咖啡，不管我喜欢的甜点或食材，或者就是日常生活用品，我都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为什么啊？我有安那想法，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有一些小困扰，就是我想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骑摩托车去 ABC 这样子。那如果我可以在这间店里面呢？可以给客人ABC， 他不用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其他的东西，就不用跑这么多地方，对，能解决他一些困扰。我觉得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有这个困扰。我有安哪个困扰，还没归好买东西。对，我很爱购物，很爱买东西。归好买，你好买用哪些东西？我喜欢买漂亮的东西，日常就是好的食材，然后。漂亮的东西，然后日常生活觉得好用的东西，对，都会去看，然后去就像是小农的东西，我就会先去看，然后去了解，然后例如说生活用品，我自己会先用过，大概是这样子。对，像讲有提点的，上到中用哪些点的耶？不过哪些选物店很批百块嘛？那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因为其实在开店的时候刚好是遇到疫情的时候。对，疫情的时候，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就基本上就没有客人来。刚他弄刚开呢？疫情的时间，因为那时候就刚好就已经准备，已经在整理了。对，所以你不得，也不是不得，就是想说那已经都在整理好了，然后也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就觉得好，那就开吧。那一口是会难吗？会很难熬吗？会蛮难，会比较难熬。可是因为还好，就是身边都还是有一些朋友知道你要开店，然后所以都还蛮支持的。然后一开始就会亲朋好友来交关的。对。刚刚用来请嘅伙伴呢？伙伴是刚开始是我自己一个人先，然后因为度过了1年吧，自己一个人度过了1年，然后就觉得好像都没有伙伴。然后都没有人，就是上班也没有人可以讲话，除了客人来的时候。然后之后就遇到了我们的甜点伙伴，然后他那时候刚好也在转换，就是刚好在转换跑道，对，然后就请了他跟我一起工作。对，就2个人。对，然后之后呢，就还有第3个我们的小梁，就是我们的伙伴，他是比较负责咖啡的。那他也就加入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目前现在有3个人在店里面。那什么人可拉给买？3个人目前的状况是够，但是我会希望我们是一个团队，越来越大的团队。很好玩嘞。我会希望，我有这个想法，就是希望他之后是能成为一个团队。你都有讲，你觉得这个房子很理想，就会头前有庭院嘛？可是给庭院没有照顾呢？对，因为很辛苦
蛮辛苦的，尤其在炎热的屏东，对。哦可是会很开心，能照顾那些花花草草。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照顾花花草草了。笨蛋就好。然后就是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蛮能疗愈我的。对，中俺人睇疗养以前啊，吼，路屯你用嘅伙伴有讲到，有讲睇化妆嘅时节，你讲哦，今年人去记嘅反酸素嘅树爬哦，还在锯芒果树哦，就是这些都要一手包办呢。对，我自己整理，自己一手包办。自己也喜欢。对，喜欢，真的是开心的啊，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不会觉得好像去那边是一个工作，你会觉得去那边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对，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这样子。对，比如说要开店会上面嘛，替上面，迈入，唔会感觉讲按后就会像你头都讲诶，不会觉得像是工作一个苦差事，不会，就是每天去到那边就觉得是开心的，然后看到你的花花草草，你今天不一样了。然后对，然后看到今天遇到的客人，不一样了，就这都是开心的。那个环境是让自己开心的。就係從一開始講嘅吼，看到嘅蘿蔔嘅環境就係你中意嘅，你就是很想要待在這裡。對，所以就算是做服務業，但是你還是開心的。對，是開心的。咁鄉親朋友一定會過上去啲吼，咁講起選物雜貨店哦，咁也個頭家吼，以前嘅買嘅東西，按好買東西嘅人吼，以前嘅買嘅東西想去分享俾大家，讓人了解下聽，個繼續請你用來分享。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選物雜貨店南二松嘅負責人吳義勇哈。到義勇有講到哦，伊去讀傳染學校啊，儂會到進來台灣咧，會開多一間店，因為一開始就係對一個床梯、一個蘿蔔哈非常嘅中意，像看到就會感覺應該誰都會很喜歡哈。不過我有個動力去打理嘅庭園。韓國愛開一間店冇咁簡單咧，頭都還唔前問，唔嘅暖日常一個名嘅吼，很一看就會俾人感覺很有溫暖的感覺哈。當初儂會按一個名，其實是我自己取的，然後是我把我喜歡的字，然後先寫在紙上，例如說我喜歡什麼字就先寫，然後寫完之後就開始去湊，對，然後就湊出了這個字，這樣就是很有日光的感覺。對，因為我想就是那種想法，就想說，我想要就是溫暖的暖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字，讓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每天都會經歷的事情嘛，就是日常的生活，然後就暖日常好像不錯然後又可以帶給人家溫暖在日常生活當中。韓國唔嘅鮮嘅東西啊，就會講可是就係日常生活用嘅多嘅東西，可是那個品味又可以多一點。就會佢講嘅東西，如果你可以用在生活裡，就會冇咁用。從今日眼能看到你用帶來嘅東西，眼學到呢，想講都會按到，而且都很美的東西哈。你怎麼去找這些東西的？就因為真的很喜歡買東西吧，很喜歡 shopping， 就平常都有在注意，對，都有在注意的。咁唔係去買人嘅東西，還係他們寄賣呢？我店裡面其實有蠻多不同的東西，就是像說我也有藤編的東西，那是藤編的台南一個藤編的老師，對，像小籃子，然後像那個蛋糕台，這都是老師親自編的。那因為我就很喜歡他的作品，然後我就跟老師就是在討論，就是是不是可以在店裡面寄賣他的商品，然後讓可以更多人知道說，其實台灣的藤編也很漂亮，也很厲害這樣子。對，那還有其他的？你看你帶好多東西哦，你是怎麼找的？你跟我們介紹。好，那像點心台的旁邊那個陶盤那些，它是台灣它是南部這邊的一個陶藝家，對，它叫楚楚。那它就是因為我也很喜歡他自己捏的陶，對，然後就很有那種手做的溫度。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跟他商量说，那他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在店里面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就是用寄售的方式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老件一些老件是我从以前就还没有开店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了。对，你这个就有收集？对，我就开始收集了。就会很像类似古董的东西。对对，它就是一些老件，就是一些就是老盘子，对，老玻璃罩这些，就从以前就收集了。对，像个地板有巴黎铁塔的，就会对，贵一组的老件。对，一组的老件，对，然后是水晶的这样子。对，所以它很厚实。对，然后就开始收集，然后就想说，将来有一天或许我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让大家看，也看到美美的东西。假使有人会买没做的，对，也是可以的。像也给老的那老的东西，对，它也是老的那种野餐篮。对，然后那个花瓶也是老的那种，其实它是在以前是那种在很早期是盥洗用具，就是它还有个大盆子，然后这个是弄水，然后要去洗脸用这样子的。哇，对，所以可是它把它当花瓶就很漂亮这样子。对啊，因为店里面都习惯插鲜花，因为我觉得鲜花其实可以带给人家一种就是生命感，然后就是每天看到鲜花你会觉得是很开心的。对。你刚讲啊，会插鲜花的人就是很懂生活哈。我不会插花，可是就是我就很爱买花。对，想要买鲜花，然后不是用那种现成塑胶花，就会觉得亚洲人就会对于生活品质够有要求。刚我讲，你很用的皮用安尼的对生活的品味的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国外有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所以在那边看到，其实在国外他们对生活品质其实还蛮有一定的要求。对，他们就是那种周末会买花啊，然后会自己做一点甜点啊，然后用那种餐桌布置啊。对，我觉得可能有受到那些多多少少的影响。对，然后就开始自己也喜欢这些漂漂亮亮的生活用品。像头前呀，嗰度係食物類嘅，咩係蓮米乳油哦。對，就貼配一套，貼配一起嘛。對，那時候就是剛好認識在美濃的小寶，然後他們剛好也是青農這樣子，然後就是因為吃過他的米，就覺得哎呀好好吃哦，在美濃，而且又是我自己的故鄉。對，然後就是問看看，能在店裡面是不是也可以就是販售他的米，然後讓喜歡的人可以在這邊也買得到這樣子。剛安尼其實一堆去問呢，對，其實也蠻花時間的。對，就是先要去自己去看，然後自己去了解，然後自己用過，就會想要跟大家分享。那種米就係伊呢，咩係選自買係咪？沒有，我就先買耶。買耶。假是銀客去耶，想要再買，你就買筆。對對對，我就是先買，就是先跟小寶他們訂，例如說一些量進來，然後客人就喜歡就可以帶走，因為這樣子也不用說，像有些客人他喜歡，他就是可能變成說他可能用寄的，對，那在寄的過程當中，其實有時候也是碳的排放，就是我會覺得說，那這樣子是不是多一個運費，多一個有碳的排放量？那如果說我在這個店裡面，你剛好住在屏東，你也就不用。就是用郵寄、用寄送的方式這樣。就給交通成本你先吸收了。對對對，然後也可以減少一些，就是那種因為我知道現在說碳排放量其實能減少就能減少這樣。還有頭前給黑馬給啊？給你那個像便當盒一樣。那個是那個西班牙的那種燉飯，然後它把它乾燥化。對，然後我自己也是試過說，這樣子其實對現在的家庭來講很方便，你就可以把它直接下去煮成你想煮成燉飯。對，就係咩？你這個深度有濕度，剛過好誒。對，還有還果醬誒。對，那果醬剛好也是在內埔，然後它是一個那個溫室的草莓園，對，而且它種的那個草莓的品種是蠻特別，是日本的紅岩品種。然後他把它做成果醬，然後在店裡面就是也是寄售這樣子。你偷嘅東西大部分就南部誒。對，就是目前都是南部的比較多。對對，然後像雞蛋也是，然後雞蛋也是透過我表姐的介紹，然後就是吃到大哥的番茄跟雞蛋，發現他的雞蛋做蛋糕非常的好，就是那種味道是真的很有蛋香味。對，他剛好也在屏東。
哇，真嘅就很难人铺诶，啊还有咖啡咩很人铺诶？咖啡的话，我现在选的就是，其实想给客人就是有不同地方的咖啡，所以我现在有2间是台南，1间是彰化。对，就是选不同地方的咖啡，可以让客人尝试到不同的的口味。对，因为我头都看真嘅就係我冇看過嘅牌嘅，就係因為唔錯嘅，我能有機會看到。啊，頭都你用含泡嘅一基本愛咧，你底下係那片的嘛？剛剛我們那個是台南的，它是一個工作室烘焙的。我來試喝一下。好吃呢。就是都是浅焙的比较多，然后你就可以喝得到它的那种果香味啊，而且我觉得好吃的咖啡啊，就会冷嘅咩好吃，就是冷掉其实还是好喝的，就没一听会水会淋嘞，对，就是选一些比较好的，然后豆子，然后比较不同产区的豆子，都可以让屏东就是来店里面的客人，也不只是屏东，就来店里的客人，他可以就是多尝试到不同的东西。而且我这杯子，这该不会是老件吧？对，那是老件，大概阿嬷的80几岁的年纪了。哇，对，在2战时期那时候。哇，真的，其实这也是你之前收藏的，都是之前收藏的。哦，就按那毕业而已多钱啊？2战时期的杯子，我们完全没有概念呢。对啊，大概的收藏的时候，大概2000以内啦。觉得杯子是2000多，好像有点贵。可是你想说，现在比较不错的陶艺家，他们做杯子可能也3000多以上哦，甚至更贵都有。但是这个是2战时期的，对，对。可是说真正的年龄不是说很清楚，但是知道它是在那个时候制作的。对。而且它的，你会感觉以做一个形呢，都唔係更加的呢，哈，更加的用色。嗰種你就會好按呢，哈，會講的東西。對，叫用一筆咖啡，用按呢一筆一種，就嗰種咖糕好深。好，嗰種假使我會買這組杯盤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你就會好分享分享俾大家。對，那甜點係你自己做的？對，甜點是我們自己做的。就像你頭都講，你自己沒會做？對。還有甜點的夥伴，對，有甜點的夥伴，對，因為我們想說就把工作再分更細一點。那現在剛好有遇到一個甜點的夥伴，他就專門負責甜點這樣子。對，你的那甜點你感覺特色係嘛嘅？特色就是我們不添加那些過多的一些化學的東西，那就是用最單純的，就是我們的放牧雞蛋，對，然後日本的麵粉。然後日本的糖，然後還有使用就是也是日本的鮮奶油，因為它比較清爽，對。然後還有台灣的鮮奶，就是小農的鮮奶，對，下去做這些甜點，就是用最自然一點的、最天然一點的來做這些甜點，這樣子。頭多以前留洋嘅時節，你用韓講，希望嘅甜點方嘅水果能入這個庭院都有，係咪？對，因為我們現在開店裡，就是花園有種無花果，然後希望之後店裡的無花果就是可以也提供給自己的就是甜點用。對，然後像這裡面的迷迭香啊，跟食用花也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對，在庭院裡面種。然後它就會可以設在花已經係自己種的。對，自己種的。嗰種理想係當個標的東西就會自己，盡量自給自足。對，盡量。會自己修改嘛？沒辦法，沒辦法吧？可是你們已經盡量做到就是自己就可以完全處理耶。對，希望就是能多一點東西是自己可以種出來的。對，那甜點你好做行，算好做甜點的人？我算一半一半，就是如果真的因為做甜點，我覺得它是需要很安靜的。就是如果想要安靜，心情想要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就會想要做甜點。對，然後如果說其實還有想要找其他商品的時候，我就會把甜點把它交給專門做甜點的夥伴這樣子。畢竟你還是負責人，要負責的項目太多了。對對，然後讓它更想要現在就讓它更簡單化這樣子。對，就是把我們自己把各自的都是把它做好這樣子，做到最好這樣子。感覺嘅最後你用對開一間店嘅啊，嗰種
如迄伊个理想生活咧吼，甲开一间店的，当然唔好好开一间店的，没可以。不过伊对一间店的迄面还有韩国多的期待，希望一间店的韩国可以做到嘛个呢？俺们了一下听过继续来参考内容。欢迎多种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係一個生活雜貨店內日上嘅負責人吳義勇。頭都有講到吼，義勇係打係高雄，不過呢伊喺屏東開店，本單當然離路卡過群過好啊。不過就係因為嘅蘿蔔，這才睇中醫嘅，故所睇一片開店。啊，我哋頭都咪看到，義勇嗰個託東西，託過獎嘅，過好嘅東西，想要同很多嘅顧客、人客分享哈。而且你的店其實也不只是店而已，對不對？你會辦一些口場啊，還有展場啊，有各種功能，對不對？你對呀，店嘅一個想法係嘛？對，就是在店裡面，因為有這樣的。我自己覺得這個空間是很好的，所以其實會希望說，在店裡面我們可以開一些課程跟客人分享。像我們有開了花藝課程，然後還有這次要開藤編課，對，就是這個藤編老師，對，您是嘞，然後除了寄賣東西，沒請來搞太感恩嘞，對，藤編的課程自己手做，對，因為我覺得自己手做其實還是很有溫度的。對，它還有接下來還有計劃會邊做展場，係咪？對，對，要做展場，因為有答應一個老師，然後要展覽他的畫。對，剛剛口場啊，比如講花藝啊、藤編，都是你自己邀請老師來教大家呢？對，那來上的都是什麼樣的人？來上的都是應該是說都是喜歡這些課程的。然後是其實應該是怎麼說，就是暖日常的客人，然後還有留意到我們發文的一些客人，對，然後有時候跟他們聊起來，他說，他們也很喜歡花，然後他們就會來報名上課這樣子。咁差唔多一堂課就一多位學生6到8人，就係小班教學。小班，嗰種一開始喺開嘅時間，對，看到這個老宅很喜歡。就已經有想到這些可能嗎？還是開的時候慢慢想到？開的時候就慢慢想到，然後就開始慢慢規劃。你喺開啊ที่3年啊，你剛剛講，對於人客嘅回饋啊，有沒有什麼印象很深刻的？或是說你覺得有什麼變化嗎？顧客有我覺得客人真的是很感謝，很幸運，就是一直有對我們很好的姐姐們。對，甚至於就是會變成說，你吃了沒？有時候甚至有時候還買中餐來給我們吃啊！對，就會常客，對，常客了。然後還有就是其實因為我不會插花，然後也有就是很喜歡插花的客人，他說我可以每個禮拜來幫你插花，然後就幫你澆花。如果你住在高雄不方便，我都可以來幫你做這些事。你就覺得真的很感謝，然後就遇到真的很多很棒的客人顧客。你感覺跟原因係嘛嘅，讓大家就對你安好。我覺得就是可能是因為在這邊他們也感受到溫暖，然後感受到我可能對他們的溫暖，我也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溫暖，就是很互相的吸引着這樣子。剛剛你睇先按到東西啊，因為做得人嚟講嘛，如果係唔愛買便宜嘅東西，唔去偷來嘅。其實你某種程度也擔了一點責任你家是銀行用是的，一感覺唔中意，你好像也會有一點責任的感覺看，古時候你睇偷很多東西嘅時間，有乜嘅驗證就係你對自己嘅要求係乜嘅？在選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是第一我自己要先像咖啡，我就要自己先喝過，我喜歡的我分享，然後用像是應該說就是我自己先用過。對，然後我覺得好的，我就想跟客人分享。對，自己先把關吧。我覺得自己要過得了我自己這一關，才能分享給客人。當然啊，ที่3年有遇到過清太嘅困難嗎？除了疫情加下，
不会把它当成困难，就觉得说，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了，那我们就是来处理，来解决，然后再继续的往前走，再一直修正，一直修正这样子。多多因谈下来啊，就会感觉讲你用嗰種看到按中醫嘅物嘅啊，缺點啊，好要拖嘅按到按好嘅東西，按講嘅東西，嗰種嘅想法，嘅缺點嘅過程會順勢，不過那有可能仲可以如係順嘅吼，一定會有唔順勢嘅所在啊。剛才有讀到講嘛嘅高態嘅事情喎，要用嚟去克服。其實做服務業一定會有大小月之分啊，就是淡季啊、旺季之分。那其實有時候也是會擔心啊，就是可是因為剛好你們的淡旺季，你有感覺是什麼差別啊？就是哪個時間會公務員來？大概5月份要繳稅，或者是要繳那個學費的時候啊，繳稅嘛，對，明顯嗎？對，會比較明顯，對，就是會出來來消費的人就比較少這樣子，對。那你的小月很少啊，就5月而已。暑假也會有哦，因為暑假可能有時候就會出國啊，對，也是會有。然後可能旺季的話，就可能過年，因為屏東是大家就是會回鄉下過年，對，然後就會比較多人這樣子，對。然後中秋節也會比較好，有連假的時候就會比較好這樣子，對。然後你說會不會擔心？其實會擔心啊。可是我很感謝，我就是有一個信仰存在着，對。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說，不要去擔心，因為日子還是要這樣，就是你還是要把自己做到最好，這樣子，對，把事情做好來。有信仰的人按多呢，你就可以，因為有一個信仰就可以很堅定，就唔會有太多疑惑啊，這些比較不會影響到你。影響的時間就會減短，對，就會覺得說啊，沒關係，不要，就是把事情做好來，對，就是好好的做，然後我相信就是一定還是會有人看見的，對。你開店，盧卡你有支持嗎？我開店嗎？有，家人其實是蠻支持的，對。嗰種冇讀到家庭革命啊呢？剛開始也是會家庭革命啊，就是他說你為什麼要開在屏東啊？對，做乜要開在屏東？對啊，然後對啊，就是為什麼要開在屏東？然後每天這樣子都來回都要來回都要2個小時嘛，就是去1個小時，回來1個小時，對，對，都還是上下班，就是店裡面都是要花時間這樣子，對。可是大致上他們都還蠻支持的。你睇一開始的時候就講啊，喜歡服務業，就我聽起來蠻特別的，就是我們都會覺得哇，服務業會遇到很多牛鬼蛇神呢。為什麼你會很喜歡服務業？因為我覺得服務業是最直接接觸客人，對。然後你就覺得服務業，對啊，我們會很怕就是不想直接接觸客人。我很喜歡接觸客人，然後我很喜歡跟客人，就是如果客人願意聊聊，我也願意去傾聽，對。你有讀到講嗰種人工的 OK 嗎？也是有剛你用來處理，然後怎麼處理嘛？就點頭，好好好。就是也不太去跟他有正面的，就是衝突啦。然後就是對，就可能等離開之後再來怎麼會是這樣子？對，但是我覺得那也是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去面對，去了解說，要怎麼去面對這樣子的客人，對，都是學習。本單就會想法過正面的人，係咪？對，可能。有幾好團員打嘴鼓，對，係幾好打嘴鼓的。對，所以我阿嬤才會說我取錯名字了。因為龍，然後我都係要講，嘅龍嗬，唐希羅嗰種龍安咧，講從細就嗰下講法，嗰下團員打嘴鼓，嗰種咩去適合做服務業，因為人又有信仰，信過安聽，嗰種可以聽人講，感覺唔可能你一點嗰適合咧，本來冇想講，太有做乜嘅。可是好像你就是冥冥中走到一個蠻適合你的路哈，你有按那想嗎？有，就是覺得很緣分，也很奇妙，就這樣走到阮日常這間店，是我真的很喜歡的。所以你頭擺開意大利麵店，你感覺可以差別挺難？我覺得開意大利麵店就是很沒有辦法跟客人很多的交流。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只是就是当然也是提供餐点，可是开选物店是我可以把一些好的更多的东西选择给客人知道，他喜欢煮，他就可以买东西回去煮，然后他可能想要在店里吃，他也可以在店里吃。对，因为以前开意大利面店就会磨汗，会本人学生，所以交流就很少。呀哈，你看像基本上不用按多东西，你就会英文，好，你就会印解释、印说明，所以你很喜欢这个。对，会好也可以交流。对，我很喜欢这种交流，跟客人分享，然后跟他解说，对，教他怎么使用。咁感覺開店有冇個堅持的部分嗎？堅持的部分呢，就是最大的堅持，我覺得就是先過我自己這一關，然後我覺得可以的，我才會去分享給客人。然後呢，再堅持也很希望客人在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是用得很開心的，是很安心的。對。然後談起來，你對現在的生活蠻滿意的，好。覺得好像蠻不錯的，不錯，是自己喜歡的。這個係，咁你有想講，加我一間店嘅下禮拜可以用嚟做嗎？你對未來有乜嘅規劃嗎？希望這間店在未來呢，可以讓，我也希望它可以一個平台，可以讓以後想開店的人可以來這邊，就是一起工作，然後讓他自己也可以找到，他想要做什麼這樣子。對。你開始有講希望一間店嘅係做到韓國泰嘅，對，你嘅泰很用嚟想象有分店的嗰種泰，對，有分店，然後或者有不同形式的店，這樣子。就某一天係選物店，對，沒有一定是選物店，對。所以你也不是光一間店就滿足我哈，我也想講，還可以做韓國泰。對，希望我會希望說能更大，是因為我希望可以有一個平台給現在的年輕人。讓他們可以去，例如說，我把店開了，然後可以讓他們也可以去接手，對，讓他們也知道說，可以來就是當店長也好或什麼，讓他們可以去就是有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去展現自己這樣子。你感覺按你嘅身份唔中意，假使有別人唔中意按你嘅身份，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平台俾你哋。好，今日非常感謝你用安精彩嘅分享，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福喜來的觀眾有限的品種了。多謝，跟鄉親朋友上下來談論欣賞，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的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們的面書粉絲專頁按讚，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的消息。